告，同发自私，且信东宫立弊，西宫流弊，君身外漏箭，他宋曾经有望，特在新生龙之贼列为皇后，钦此。娘娘，娘娘，看样子李娘娘也是晚生不下来，你先坐下歇歇吧。唉，这女人生孩子，谁将在鬼门关前当中，真叫人忧心呐。娘娘，你去江凤面去帮扶凤体才是呀。孩子，你去守在门外，莫叫一人惊扰李娘娘。是。
国外，眉将礼貌问太子，不敬。宁子是原生的毛万幸我也要争一争自己的命。娘娘，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都准备好了。你看，娘娘不怕，这就是那只剥去皮毛、上去一把的礼马。哎呀，快送进去！是。哎呀，公爱，娘娘，事到如今不是他事，就是你法，犹豫不得了。哎呀，公爱，可我这心里总是跳个不停了。你呀，这身体一直做大事，所谓这样，都做就好了。娘娘，沈公公他又来了。娘娘，万岁垂问李娘娘还了生吗？还问你，本宫正等的请教你。郭公公，陈公公，咱家本了他不义，我的退婚也还两腿当初，这孙儿之中可是好缺的。这不是缺的。这菜大不他，是叫李娘娘去的。哦，他俩为何挂两娘？这中莫非有名堂？怕是偏偏他来时，叫国外快将步堂送进房啊！不知送的啥步堂，好歹成林的皇上，是一贯千年老生堂，国外你快送我退了。万岁！万岁！连丹不君神，你恨我一战去见皇上。可这里面只有一战呐。只有一战。雷神呐，娘娘，苏令陈公公去到玉瑞王，细细熬上一盏千年老圣汤，送往陶官。娘娘，陈公公，你可不能让皇上奴才呀！是陈公公，请拿。是。快去！
你为谁？这什么呢？我死鬼！那这孩子，快去！老子曾经大同，内力富不强，残下妖孽，自立当人人过，永不免责。天
这大家可要喊声了。臣子，陈公公，口子，陈公公，我问你，这是哪里来的银牌？莫非是你？不，是刘娘娘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问你，这孙儿来是何次？东宫李娘娘惨了，是和尚将孙儿交付于你？刘娘娘，这是怪胎有你，你我跑着与何自重？与何自重？啥时间？谢应何故一番？
皇上进了棺材，冤怒非常，已经李娘娘当成人宫。此举就算得罪来说他是当今太子，皇上深为相信，那就将他送于后宫。全请回宫，恨不中毒，谁滚草？这怎么长？不管怎样，曾公公，你千万要求他一命啊！曾公公，曾公公，曾公公，有了，可是休将此当之随礼送往八王爷府。对呀，八王爷定可保住太子性命。可是恐有杀身大祸。曾公公，你信不可扣子。非是信不过，此事不但牵涉太子性命，还有李娘娘、八王爷陈令红米，生死有关呐。曾公公，曾公公，太子虽是小公子，也是母养的小小婴儿娘虽死，真神心，李娘娘终身遭囚禁，真神心，黑身黑气去丧命，真神心，纵用血勇死皇命，恳求公公救太子。此去王府并曾经，天大的厉害母子小，金刚手可是铁兵，可知我虽不烈烈长，简单恰与根天良。陈公公，你一路走来，可曾看见猴子？猴子当在娘娘宫里呀。他一早出去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哎，国公公，这可是你管教不严喽。陈公公，咱家本了一夜，我的头昏眼花，两腿打错。这3个字中，可是好吃的。国公公，
洒家是奉了皇上之命，接把王爷送在手里，你要去吗？这个国外不要无聊正事。娘娘，陈公公替本宫问安八王爷。是。不对呀！娘娘，这陈令嫔这盘是沉稳得很，今日为何慌慌张张？你是谁？口字不轨，吉凶难料。他手中的算儿与口字的那个，走他回来。是娘娘宣奏成令。宣奏，新官我不是放在阴间如土草，他的是婴儿啼哭他后家，他不顾连累归本官。娘娘，陈公公，方才本宫忘了问你，皇上接把王爷送的是什么手礼？娘娘，我路线啊，来自朝中官。娘娘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。娘娘喜欢吃，才陈年回去，立刻奔去那个，早上一块水水嫩嫩，光光细细，稀稀爬爬，滋滋生生的面露馅汤。将军娘娘表我心愿莫非心里有鬼？哎，不是有鬼，而是有戏呀！其中何来？娘娘听了，李娘娘才下瓜台要你，已当着人过，这王后之位，非娘娘莫属，真令替娘娘高兴，所以要多说几句。稍后陈礼还要娘查王后娘娘呢。哦，好，只要你听本宫的话，本宫一定会宽公于你。快送手礼去吧。谢娘娘，娘娘，送进包王爷的手到，非动小口啊！这果盘是不是也不大小？这外的是不是光鲜无雅？这讨心里是不是有虫子？娘娘，你可要仔细的观察一看呐！怪异来的心，国外心君，太阴恨，
娘娘啊，曾经是泪胆子小，想起团的人爱里，娘娘命他不天狼，岂能抗自己画风？娘娘，就当奴婢的替你解吧。郭公公，你当真要解？当真要解？一定要解，一定要解。来！苍天啊，苍天！神灵胆小，不为胆大；神灵怕死，国外不怕死。今日违抗神明，传旨王府，恐错误体为江夏撇离。神灵无辜，你要撇小撇国外。神明，你可以进我风凉。这就这。亲娘娘，你看，这道字不错吧？啊，这道字真不错，你请去吧。谢娘娘，娘娘。这和你第二层1万万年阔呐！哇，咱家到底是听娘娘的，还是听你的呀？怎么姓徐了？啊呀，娘娘啊，娘娘，咱家昨夜向国外讨去的，他竟不肯开口，故意刁难，须知这月入心头，结了孽对。滚别起嘴，把王爷进了，听了挂彩于我。娘娘，这手里你就让他去送吧。臣民为兵，往上去了。臣令子，第二层不能不看。哦，咱家命不了。楚爷，你那孙儿里面一定长成见不得神的东西。娘娘，李娘娘才下花开要你，说不定就是他，怕他打我的鬼。娘娘，这兔子结了弯要成你，城里58道都是陪他别的，望娘娘死才成立。第二层，就让咱家来替你打开。臣令即刻滚去。臣令，娘娘，娘娘，陈公公，这王府你可要封好了。娘娘。
奴婢遵旨。也怕老年探求生，也徒劳。恨的是你比残下要孽中，叹的是留的残儿又遭了。送他王儿再无语，他送我吞死。真怕见先祖，真怕见先祖报应草。孩儿不忘曾经。我是家事皆无聊。哦。陈公公，你们你生病了？来，我来给你帮帮忙吧。
见皇上。高淑珍，是谁将你带到这里来的？是陈公公。皇上，他说皇上在宫里闷得慌，让我来陪你玩。哦，那你为玩些什么？我会玩的可多了。对诗句，讲故事，写大诗，下小棋，骑快马，切虚脚。哎，我玩会数字歌谣。数字歌谣。对了，我们来玩数字歌谣吧。我是一只青蛙一张嘴，你觉得两只眼睛四条腿。好，这个生小时也玩过。来。来，一只青蛙一张嘴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两只青蛙两张嘴，四只眼睛八条腿，三只青蛙三张嘴，六只眼睛12条腿，九只青儿到身边，西藏那八王爷去测盘旋，要等你想去迎接，看他两情互结，真公是妾身血。这情儿到身边，西藏那八王爷去测盘旋，要等你想去迎接，看他两情互结，真公是妾身血。躺着苍天能见面，哪怕是既有本，我也要听他一言。三殿下，来，皇上啊，我看三殿下怎么与你长得如此相像啊？朕一见他，就好似见到亲生儿子一般。亲生儿子，皇上，奴婢有句话，不知道讲不当讲。讲，皇上他真心喜欢三殿下，何不将他估计为之？估计为之。三殿下他在皇上身边，一可常来宫中教养，二可才是孝敬皇上，三亦可抚慰皇后娘娘，失子之痛啊！
好主意，好主意呀！来人呐！皇上，宣王啊！是，三陛下，三陛下，来，快去看吧。不，此事万须禀报父王知道。你父王定会战斗。娘娘驾到。王儿兵胜，兵胜！啊，皇上，今日皇上如此高兴，像是龙体大意了。知道了，你来看他长得像不像真了？他是八王爷的三殿下，朕已将他估计为资粮。什么？此次上来，他就是太子了。太子？哎呀，真是太子啊！皇上，自动放心，朕即刻办事，昭告天下。王儿，快来拜见母儿。王儿，快呀！王儿娘娘，千岁，太子特传从天降，其中奥妙必寻常。臣妾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十外老子动多多必喜，你要对朕交出一个好皇上啊！臣妾遵命。不，我可不要做皇上，太子。
王宫，奴婢愿引太子各处走走，各处看看。他一定会习惯着金灿灿、亮朗朗的王家气象。好，太子愿当自处，怎么能不得苦啦？臣遵旨。先王上。讲究着吃夜的吧。哎呀，你再不吃不喝，性命难保啊！哎，这人呐，怎么会产下妖女哟？哎，我产下妖孽，我产下的真是妖孽吗？我怎么会产下妖孽呢？去。
娘娘，李娘娘，你奴婢曾经叩见李娘娘。陈公公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还有我呢，太子你，太子，他是八月王的3夜下，皇上以故继位，当今太子了。他正拜见娘娘千岁。太子快起，太子快起！我本得罪子孙，娘娘无辜受罪，当受太子一拜。他正再拜娘娘千岁。拜不得，拜不得！娘娘，你痛失灵儿，深受冷宫所孽。太子，你再好好的拜上一拜啊！拜不得，娘娘，拜不得，娘娘，拜不得，娘娘，娘娘在上，他正三拜。景公公，哎呀，这些年只有个外国公公常来过问，还怎么见过你呢？景公公是小话了，咱家是奉皇上之命，引太子各处走走，各处看看。太子，哦，人宫总管景凤，可见太子千岁，千岁。起来啊！咦，这碗里是什么呀？李娘娘身子不适，今日不吃不喝，咱家到御膳房讨了一碗面。娘娘生病了，我来。娘娘，这碗是要吃的。娘娘，你可千万要想开些呀！陈公公呐，十年苦熬定体会，生我期盼我愁愁，我怕看天上。
人于心里。那我先讲讲曹氏故事。陈公公，娘娘，赵氏故儿可好听了。娘娘，请。这故事是讲晋景公年间，建成图文宫，远杀了曹叔一家300余口，唯有曹氏之妻张姬一人逃过劫难。那张姬在宫中产下一子取名曹真。曹真什么？那故儿名叫曹母。奴婢记错了。那张姬在宫中产下的男婴是叫曹母。图文公为斩曹氏根，定要杀了曹母。有为一事名叫陈英，貌似将曹母藏在孙儿之中。你约错了，是藏在野香之中。对，野香之中。你约错了，娘娘，陈公公他约错了。陈英貌似将曹母藏在野香之中，貌似背仇王公，瞒天过海，亲自探视，谷中埋有公神显灵，一切千难万幸，报向曹氏急忙来。会是曹母长大成身，曾经官员深入土生，为报奸臣，坚决宰杀，曾经娇儿生出祖父15年呐，15年呐！老周进横行水宫，无傲岁月，4年情恩一泪心连。走出来，千里昭昭，桃李争争，公子成人，母子相称，杀死奸臣，报仇雪恨。
娘娘，太子，人恭敬礼，不宜久待。娘娘，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啊！太子，快走！太子，你快走！娘娘，太子，你快走！娘娘，马从去古典，李妃特算精神生他边，人公子言太蹊跷，杀死惊觉忆当年。将我骗，我不是曹氏孤儿，曾有王儿只为我所听，岂用他人风不息，名不外靠当推子年生须，举步娘子司马街一路分毫，才生间。娘娘，那口子地势不早，哦，官差一到，杀了他。哼，杀身用意，探知来龙去脉不考清楚，
哀家与你一生不得为你。这，哀家真是后悔呀！当年陈林接帮爷送水礼，没有查困那第二层。娘娘，何不将陈林找来，命他从旁拷打寇子？命他拷打？对，他是不肯拷打，娘娘可责他抗旨不正。他是从旁拷打，寇子定会恨他无情负义，将他攀腰出来。陈林实真是同谋，那就一起灭寇。陈林可是皇上身边的人呐！哎呀，娘娘，皇上平从，后宫全由你皇后娘娘一身执掌。要是陈林失踪，只怕皇上无力追究。一旦寇子和陈林死了，八王一生政全无，总想翻天也是不能的了。好，宣陈令。是。娘娘有旨，陈令觐见。陈令觐见，陈令觐见。一声诏令，一代传来。即将娘娘千岁，娘娘，这口子他陈公公，3余年前立为参下要孽，娘娘为帮何之后宫，命他抛出狱后。实情娘娘请法师超度王儿，法师言道：“那要你还我他。”娘娘的孩儿就是被他害死的。哦，竟有这等事！娘娘当命法师，做那要孽。是啊，
今日哀家虽是要问你要你去向，将他牵到法官，放心我心头之恨。娘娘失言，口子并着再听你的话，就请你来考分。我只要你问明要你去向，娘娘听有从上。哎呀，娘娘，奴婢可总为拷问过神啊！一管考试，各位，既然陈公公不肯拷问，那就你来吧。他杀不着，你是与我往死里当。奴婢遵旨。慢，娘娘，当此神不用上命吧？当时一个前辈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好，那奴婢就刺他一死。身空不坏，心痛恨。可愿造，你可愿造？娘娘可是冤枉啊！当年那孙儿却是跑着一户之口。陈丽，与我当。可是你啥不从这招来？难道你不怕跪下受你吗？我当陈公公，我看你高高举起，却轻轻落下，你是在心痛他？你是怕他傲硬不顾，糟蹋同门哦？可知，只要你早出同门，哀家就少你不是。天下之意，听得明。我须的。出生命了。是啊，当时同谋之臣，问心有愧吧？臣领此行，滚对天地，既无愧疚，那就当啊！见着徒步的不敬，恨不能举堂侧去看一兵。
子呀，好姑娘，曾令子女庖丁一死之心，可是你竟要死在我的滚堂之下，潜逃何才？潜逃何才呐？可是你小小功臣，注定一生为奴为婢。司机尽可将司机一命换取太子一命。可是死啊，可是死而复还啊！雷王后，你犯下滔天大罪，我来王后之位，你心安吗？哀家既知礼废，每问太子，以命抗命，怎来后问？哀家死好惨啊！王儿可是一国之母啊，那是后生的神啊，就分两种，主子与奴才。他做王儿，你就做奴才；他不做王儿，就做陈家的奴才。你就死滚赔钱，出罪为业，丧尽天良，做他的奴才。错了，我是奴才，还是一个永远翻不了身的奴才。可我却把主子攥在手心里，当狗玩耍。那个痛快，那个时候，你懂吗？你还有诸神的良心吗？这宫廷之内，长满了金银财宝、富贵荣华，阴谋诡计，争权夺利，哪里还长得下良心？千两少卿，必遭报应，报应！哀家的儿子不幸遭殃，这算是报应。老天啊，我已经与你两清了，如今谁敢同我的后位停战不吵？黑子，你早死不早？父上，你最当不能再当了！不肯考当求是东门，府兵无证，血亏于彭城；不肯考当求是平正，文中相武便是同门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早已设下圈套。陈平今日不是同门，也是同门，不肯承认也得承认，不相识也得死，怕！是我同门去同门，转成的动中何门？不知要你从我来，不知才人是何手，不知口之错，何才不知成理在何处？来，头顶三尺与成理，我与你们同喜之财，正中下回心神，天上来劈来，却天上才当头成理。教父于你，又将他送到宝皇殿去，此夜
一起面见皇上。今生不生我明白，你们谁也休想我的出去。哥哥，你们这场戏是唱不下去了，还是口子替你们收场吧。在你面前，却是成名传统女我。还许国王，国令，上今天也是下跪祭，被人阻止在那当面刘飞也。娘娘，上朝必须知根，你是大文公，仿佛少死前地，为女这里谁人称病死？啊！
求生，且大军旁落，见着之身，到死也不知亲生儿子就在你的身旁，我伤啊！哎呀，娘娘一子，天地公分，休要反骨成立，休要反骨成立。
见什么越加猖狂，聊城令色屏障，一名将亡，岂能讲？可是他一做王娘，岂能娘的娘娘一声不问我，岂能娘配子成着做亲娘，岂能娘配来颠倒所有不分色，能问要检讨人伤，前忙回回终有神，终一死，我也要留去提针才思非同外语，皇上下旨，去后面人天为王儿为，去外灭门才攻强，脱将一毛问太子，明口自身去随中央。巧语成令皆真相，两心相应是天亮。小生临村而上，随手礼送结把阎王。阎王是他亲生子，取名朝真靠无恙。12年3月冲故，巧因朝政皆王章，亲生父子本有缘，早立太子在当朝，太子无意进人宫，朝事孤儿送西方。不料消息来泄露，破天大雾气小将强，凌晨临考儿子，说你升官通难当，然后心头恨不为是嚣张，生生比性命，句句苦在掌，滚枪不当无故血堂。好口子真官太无成令一堂堂，唐强梁上来只见阴声朗朗临正气和他你坦坦荡荡，死归出自孩儿好吗？城里